今次同班波友跟永安旅行社去長江三峽，上集同大家開箱完2026年最新嘅攬月號郵輪，今集我哋就落地睇下永安旅行社幫我哋安排嘅陸上酒店同重慶魔幻打卡點有幾震撼，即刻出發！我哋搭高鐵上武漢，我第一次喺香港西九龍站搭高鐵，係有少少大鄉里啊可，但係因為加錢坐一等座，感覺都超良好。出發之前，波友話可以喺鐵路12306呢個 app 度點外賣，但係我就冇點到啊。波友有點，睇下都好似幾得效喎。同大家介紹下武漢先，武漢就係等於武昌加漢陽加漢口。武漢有13個新加坡或者8個香港咁大，人口有1300萬人，位於華中地區。到咗武漢高鐵站，跟團最好就係即刻有人接上車啦。我哋去黃鶴樓行咗個行程就返酒店食飯啦。團餐我就無謂阻住大家食飯拍片啦，但係絕對好食嘅。武漢住呢間坐落喺漢陽區濱江大道嘅世貿希爾頓酒店，即刻帶大家去開箱。雖然只係瞓一晚，但係空間感都十足，設備齊全，瞓得舒服。酒店亦設有水療中心、健身房、游泳池。跟團一般都用唔着㗎喇，但係酒店係有嘅。去到嘅時候佢已經閂咗，所以只能夠影個大堂俾大家睇。早餐呢，就係自助餐。食物都算豐盛啦，完全合格啦。武漢呢邊嘅岸上行程比較有印象嘅係宜昌坐楚風號遊船，喺葛洲壩睇水上船高。因為長江上下游嘅水位落差高達20幾公尺，輪船唔能夠直接開過去，必須依靠船閘嚟到調節水位，完美咁演繹咗水漲船高同水落船低嘅物理原理。到咗重慶落船，我哋住大都會海悅酒店，係渝中區核心商圈嘅5星級商務酒店，喺正市中心，行100米就係最繁華嘅解放碑。酒店大堂就唔算好大，返房睇下先。間房係雙床房嚟嘅，浴室裏邊呢就有浴缸，雖然面積唔算好大，但係都夠用啦。反而2張床咧都幾大下喎，有2個行李座。市中心嘅商務酒店其實咁嘅格局都算 OK 噶啦。至於早餐方面，食早餐嘅 coffee shop 環境都唔錯，而早餐嘅內容都有好多選擇，有地道小食，亦都有西式餐點。唔可以唔講，重慶係山城，樓梯真係多到爆。好彩因為跟團，所以有專車接送。5月份其實已經好熱下，一上車就有冷氣嘆，唔使自己盲摸摸揾路同埋揾的士，呢一樣嘢就真係方便嘅。又介紹下重慶啊，重慶有2個江，長江同埋嘉陵江。重慶就好似起航嘅帆船，嚟到重慶點可以唔睇下呢個世界奇觀李子壩輕軌穿流，親眼睇到李子壩2號輕鐵線列車直接駛入呢個居民大廈，真係不得不佩服呢一個城市規劃。喂，真係好勁下喎！原來已經有成21年歷史添啊！樓同埋輕鐵係一齊建嘅，輕鐵就喺6至8樓，1至5樓就係商鋪，9樓以上先至係住宅。另一個好有印象嘅行程係重慶18梯，唔係行街喎，係睇表演啊！真心講，自由行我就一定唔會睇噶啦，但係跟團既然包埋就梗係去啦。點知哇，真係好精彩啊！分享俾大家睇少少，係咪好得先？值得睇㗎。到咗夜晚，重慶就變成全中國最靚嘅夜景城市。呢度就係網紅嘅天花板，何永智建立嘅洪崖洞，依山而建嘅吊腳樓一着燈，直情好似走入咗千與千尋嘅神隱世界咁，真係人多到啊！哇，大佬，呢度真係感受下就算啦。
嚟到火鍋之都，永安仲帶我哋去食超正宗嘅重慶麻辣火鍋，辣到會配合你要求嘅。你睇下呢個紅油湯底，真係香氣撲鼻。但係其實講真，啲辣度打晒折㗎啦，唔係好辣㗎咋。總結下今次呢個三峽加重慶宜昌嘅陸上行程。重慶呢個城市，如果你自己自由行，行樓梯揾導航，真係會行到腳都跛。但係今次跟團，景點行 VIP 通道，連食飯都幾有特色嘅。結合埋上集開箱嘅科技船王攬月號，呢個5月三峽之旅跟團其實舒舒服服。再加上我哋一行6個人，如果自己自由行嘅話，分工責任太大啦，隨時產生不必要嘅拗撬就無謂啦。今次有得嘆新船，又有得住5星級陸上酒店，輕鬆高檔度假，一班波友船上飲飲食食吹水冇投訴，呢個行程絕對值得一試。今次嘅長江三峽全攻略就分享到呢度。如果你未睇上集超智能攬月號郵輪開箱，記得點擊畫面上方睇返。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幫我點讚、訂閱同分享。真遊嘆世界，我哋下條片見啦！